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金华城案，今仔日再度来开庭。郭文摕这届是以证人的身份来出庭。郭文哲拄落车，未输咧惊叹，和支持者握手说道谢。一定会喷爆检察官吗？郭文哲7号去法院，这回不是被告，是以证人身份出庭。对开庭先积极检方，爱伊作证，伊下骹的人犯罪，敢毋是等于证明家己有罪？逻辑真奇怪。伫个 hard disk 内底有一半的国家机密，包括中国甲美国谈判的资料。检方继续问，敢知影工作破解的名单，敢有捐款的问题？郭文哲拒绝回答16摆。面对检方一直问 USB 内容是啥，郭文哲态度嘛真硬。检方甲问谢国良讲有送200万去曲培林因兜，郭文哲讲曲培林有斗3工，毋过这个钱拢用伫选举，无使用，嘛无入来挂价。也若区清章管的300万，郭文哲讲迄当阵有请周芳如斗募款，可能管的人希望郭文哲知影，家己走来市长室。也若周芳如讲煞尾是柯志如摕钱予伊，郭文哲嘛承认笔录是对的，这个方法。嘛，伫苗天师傅遐适用。公安的被告应小薇面悠悠，原来是老母雄雄大病院，这单出庭就向审判长来请假。因为我阿妈今天早上身体非常的不舒服，所以我们已经叫了救护车把她送到医院去。就是很紧张，因为阿妈突然的就有一点癫痫发作，不太舒服。虽然开庭无够，不过要是有律师来代理，应小薇和因查某囝夫妻离开，两个人赶去病院。主席上次有说要开刀，今天有恢复的怎么样？没有，没事。面对规个案件，主要被告郭文哲作证，公安被告沈庆京、段木正拢出庭。毕竟郭文哲讲法是会影响规个案件。今若面对被告的否认，检方是毋是会当为证词找到细节更重要？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